第64章守微章。平穩嘅局面容易維持，事情未露先兆嘅時候容易謀劃，事物脆弱嘅時候容易分開，事故微小嘅時候容易解決。處理各項事情最好都係喺問題發生之前便辦理妥當。治理國家應該要喺禍亂仲未有發生之前就早作準備。正如用雙手可以抱住大樹，但係大樹最初亦都係從細小嘅幼苗成長起嚟嘅。9層高嘅高台最初亦都係由一堆泥土堆起嚟嘅。千里遠嘅路程最初亦都係從腳下嘅第一步開始起行。主觀妄為者必遭失敗，強作把持者必遭損失。因此聖人清靜無為，所以不敗；不強把持，所以無損失。人們辦事經常都會喺末段成功在望之際便掉以輕心，故此好容易就會遭到失敗。如果我哋能夠由一開始到終結保持一樣謹慎行事，事情就唔會咁容易遭到失敗啦。聖人以不欲為欲，不看重稀有嘅珍寶，以不學為學，去補救眾人所犯嘅過失，補助萬物自然生息，而不造作，無妄為。其安而持，其微笑而謀，其脆而破，其微而實。為之於未有，自之於未亂，合抱之木，生於毫無。9層之台，起於累土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實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私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己成而敗之。慎終如此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福。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負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私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己成而敗之。慎終如此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福。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負
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科，學不學，腹中人之所過，以負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